今日小馬哥帶大家去曼城 Fallowfield， 是一間隱世小店，主理人係澳門人，餐廳主打亞洲美食，除咗泰國、越南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緬甸、台灣，就連港式嘅 ABC 餐都有得食啊！嗱，唔單止食物多元化，餐廳嘅裝修都充滿住濃濃嘅東南亞風情啊！一入去就好似飛到去曼谷同埋檳城咁。我就點咗佢哋嘅秘製新加坡雞絲叻沙同埋泰式炒貴刁，個叻沙椰香味超濃，湯底又香又滑。如果中意重口味啲，仲可以加埋佢哋嘅秘製辣粉。至於檸檬茶就更加有驚喜，老闆話個茶底係由香港專登帶過嚟英國嘅2種靚茶葉調配，飲一啖嗰陣熟悉嘅茶香，令我即刻掛住香港。唔信，眯埋眼飲一啖，係咪即刻見到靚靚嘅維港呢？